如果你係人到中年，去到50幾歲啦，你就係下一個目標啦。開刀咧，首先開你。咁近排咧，我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就同一位做咗銀行好耐嘅朋友仔傾偈啦。佢話其實所有經濟差嘅數據咧，到咗而家呢一刻咧，先至好似爆煲咁。無論你係有錢人定係還是咧攞緊資助嘅呢個低收入人士都好啦，係無一幸免嘅。如果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嘅儲蓄咧已經唔係好維繫到啊嚇，咁究竟點樣咧可以由第一步開始咧做到錢生錢咧？睇完今集嘅 video，因為才女咧有一個穩打穩紮嘅禮物送俾大家，呢一個咧就係1800蚊嘅現金券，可以年尾咧攞翻屋企，又或者咧 send 呢一段嘅影片出 group 俾你嘅朋友仔知道，等佢都可以一齊拎啦。香港而家經濟狀況咧有幾個指標咧，我哋要睇清楚嘅。第一個咧就係失業率，好多人咧都話呢個失業率咧而家叫做陰乾式咁上升，去到3點幾嘅啫，頂盡咪就係呢啲建造業同埋飲食業嘅人咧係多啲，去到咧6至7%咁樣咯，應該都未到我哋嘅係嘛？嗱，大家如果咁諗嘅話咧，就錯啦。咁啊，近排咧同呢個銀行嘅朋友仔傾起啦，咁佢就話咧，你唔好以為咧銀行啲地震咧已經完咗啊！而家各行各業嘅人啦，如果你係人到中年，去到50幾歲啦，攞緊5、6萬人工咧，你就係下一個目標啦。開刀咧，首先開你，因為咧下一個只係揾一個咧啱啱畢業嘅保你個空位就 OK 啦。由2019年去到2024年咧，支援文書人員嘅被解僱率咧係升咗大概13%，而經理級咧睇嚟佢應該都唔會自願辭職噶啦嘛。被炒魷魚嘅咧都多咗2%，再加上咧香港而家現行咧有嘅外勞政策嘅話咧，咁我相信咧有好多內地生啦，由於咧喺嗰邊可能都係揾唔到工作啊嚇，辦公咧都要咧去俾幾十蚊咧入去啲 co-working space，我相信佢哋都好樂意咧比起你攞起更低嘅人工啦，仲可以送埋個 OT 添。咁樣競爭狀況之下咧，令到好多人咧都好擔心咧自己嘅飯碗咧係不保嘅。咁第二個嘅數據咧就係咧攞呢一個政府津貼嘅人嘅數據啦。2012年嘅時候咧，政府咧就發出咗呢一個新聞稿啦，話其實咧長者生活津貼咧係為咗咧幫助一班咧40幾萬嘅人士。到咗而家咧最新嘅數字咧已經有130幾萬人啦，其實係需要咧喺唔同嘅形式之下，無論佢哋係傷殘津貼又好啦、長者津貼又好啦、綜援啦，都係咧攞緊咧呢個政府嘅津貼。政府如果大把錢去補助一下咧，已經貢獻咗社會咁耐嘅老人家咧，自然係冇問題㗎。不過而家政府都諗唔到究竟點樣開源嗰下慘，叫做幾乎都零稅收嘅香港政府入邊咧，佢都係咧靠一啲高地價嘅政策咧去維持自己嘅稅收㗎。咁但係喺呢個赤字嘅問題咧繼續越化加深嘅情況咧，咁其實咧好多人咧都喺度諗緊社會福利咧會唔會係被減少或者取消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國家咧係行過咧減少退休金嘅呢個政策㗎。咁例如希臘咧就係一次過將佢哋嘅退休金咧減少咗70%啦。法國咁講啦，就話希望咧係全民咧要推後2年先至可以攞退休金㗎。咁啊引發咗咧好多嘅大型示威。最新嘅公佈咧就係政府咧支持大家咧翻上去大灣區嗰度退休，行廣東計劃攞呢個援助嘅話咧，我哋可以將嚿錢咧打埋入去你嗰個內地戶口咁講嘅。咁個原因係啲乜嘢咧？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數啦。第三，睇埋就業中位數同埋佢哋相對嘅年齡嘅數據咧，咁就會知道啦。除非係30幾至40歲呢一班咧年青力壯，仲跑得到，仲有公司肯高薪請你之外咧，其實中位數咧係會隨住你嘅年紀過咗40之後咧不斷咁下降嘅。咁相信大家咧都有聽過啦，中國社會咧出現35歲之後咧就唔好諗住要揾工呢一個情況啦。如果你嘅年紀越大，你嘅危機咧會越多㗎。聽到呢啲數字咧係灰心嘅，但係亦都咧令到大家知道係時候要的起心肝啦，將自己嘅理財投資配置咧轉成防守型啦，唔好再諗咧喺呢個時間咧賺咩大錢啊！好似我個朋友啦，即係喺銀行度做借貸咁講啦，有啲嘅老闆佢過往就係揾幾百萬嘅，然後佢越借越多，越做越多，到最終咧真係好多係破產。你見到咁多嘅個案，而家有啲跳樓啊、自殺啊，成家一齊走啊！即係如果大家係想撐過呢一個時間嘅話咧，其實我真係唔建議大家去做啲好激進嘅嘢啊嚇！以下我講嘅一啲理財配置咧，
即係大家做得幾多，理解到嘅就可以去試下啦。第一樣嘢就係保住你自己嘅錢咧，不被通脹所蠶食。而家咧喺香港嚟講，食物嘅通脹咧，我就唔相信有啲咩餐廳咧就肯加價就加得起㗎啦。但係大家要知道，今年唔加唔代表出年、後年、大後年都唔加。有時候一加咧係加翻晒咁多年嘅一個咧冇加嘅程度翻嚟嘅。咁如果以香港咁嚟計啦，大家係可以以2.5% 嘅呢一個降幅咧嚟去睇嘅。咁即係話你所有咧應該要得到嘅投資又或者理財嘅回報咧，應該要係大於呢一個嘅回。有可能咧馬拉松嘅活期利息計劃有2.4、2.6、2.8啦。如果你咧只係得幾百蚊、1000蚊都唔緊要㗎。放落去呢個虛擬銀行度咧，都有0.5至到1厘嘅活期利息，都有受到80萬嘅存款保障。第三，好似才女之前所講嘅呢啲日日收息 app 咧，即係利用貨幣基金投資於定期存款又或者國債呢類極低風險嘅工具咧，美金咧就收緊大概4厘，港幣咧亦都咧收緊咧2點幾厘。好多人都知道富途有一個叫現金寶，可以將你嘅閒錢變成收益。咁而家所有嘅富途實體鋪咧喺優惠期間咧都會送出高達3000蚊嘅禮物獎賞。如果大家想要有1對1嘅開戶服務，同埋解決你所有咧開戶前嘅一啲疑難，記住數碼預約到店啦。如果想直接攞現金券走嘅話咧，跟才女開戶仲有1800蚊嘅獎賞可以攞添。只要大叫我要才女優惠，就可以送出200蚊嘅專屬才女現金券之外，入金10000蚊就可以多600蚊，入金8萬蚊就可以多1000蚊，總共咧係高達1800蚊嘅獎賞。如果你唔得閒到任何嘅分店度開戶攞才女嘅獨家優惠咧，都可以自己 download 富途隻 app， 然後咧喺入金即係入錢之前咧，輸入翻我嘅獨家兌換碼 GirlBoss 咁就可以啦。第四，避險資產。有好多咧投資新手嘅朋友仔咧，其實都覺得資產無形嘅，即係特別係股票啦，佢哋自己就覺得唔安心嘅。咁但係大家都知㗎啦，唔通而家真係大嗱嗱走去買樓咩？避險資產顧名思義咧，就喺經濟差嘅時候咧，佢係會逆行而上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其實咧點都多多少少咧揸啲金喺手，即係喺金鋪嗰度真係打隻金豬又好或者咩。雖然咧入邊咧係有加工費啦，咁但係咧對於佢哋嚟講，真係一個咧比較容易嘅買金嘅選擇。再加上咧，如果經濟真係好差嘅時候，你咧將呢嚿金咧賣翻出去，佢已經升咗值啦。其實嗰陣時候你就知道咧呢一個嘅投資嘅魅力咧喺邊度啦。第五樣嘢，千祈唔可以錯過嘅咧，就係無論係港股同埋美股咧，而家嘅呢啲收息股嘅選擇咧係唔少噶。甚至咧係好多嘅港股咧，而家嘅息率咧已經去到7厘8厘啦，絕對咧係需要一間低費率嘅證券行咧去幫你咧進行呢啲嘅股票嘅買賣。咁呢一類型嘅投資由新手點樣開始咧？喺呢一集嘅 video 咧，才女已經完整同大家講過，由零開始點樣可以逐步咧建立自己嘅收息倉啦。雖然防守性嘅理財投資配置好似咧好悶咁樣，但係咧我真係好想同大家講翻句啦，即係如果好似我做銀行借貸呢位朋友咁講，與其咧而家做一啲好高風險嘅投資嘅話咧，真係睇下自己點樣增值自己。學習多一啲咧，點樣可以喺逆境入邊咧，令到自己仲穩住自己財富嘅一啲方式。中國人咧有一句説話咧講得啱嘅，所有嘢咧係不進則退嘅。如果你嘅財富不進，就即係話係退咗；你嘅學習不進，亦都即係話係退步咗。而最重要嘅就係你每一滴嘅學習，每一滴嘅進步咧，將來咧都係會有嘢翻入你個袋度。如果想要才女呢個優惠嘅話，記住喺下邊嘅描述欄嗰度，又或者留言欄咧睇下呢一個嘅兌換碼同埋申請嘅方法啦。希望咧呢一份最高1800蚊現金券嘅獎賞同埋限時咧3000蚊嘅禮物咧，可以幫到大家過翻一個開心嘅2025啦。今集內容又係咁多，記住 share 出 group 俾你嘅朋友仔知道，我係投資才女，喺開呢個 channel 之前係 FinTech 嘅創辦人。我哋再見，拜拜。